都從馬上摔了下來，壯兒疼得直哭，當兒卻一滴眼淚也沒掉。勇敢是我秦人之美德，为王者要有气壯山河、勇冠三军的气勢。大王還誇他，您瞧這一身新衣，半日就被扯了好幾個口子。新衣破了可以縫補，像壯兒那樣，膽子破了，拿什麼縫補？父王小時候也打架嗎？當兒休得無禮。父王小的時候是個打架高手。怎麼樣？父王小時候也打架，而且還是高手。這孩子，整日和小內侍們混在一起，摔摔打打的，我都擔心他受傷。父王的天下都是打下來的，還是昨日一個打他們2個，今日我要打他們3個。好啊，公子人小志大，好厲害。壯哥哥，走。父王，母後，儿臣告退。你们也下去吧。同是兄弟，相比之下卻大相徑庭。當兒自小最像我，驍勇果敢，有膽量，王者風範。大王如此誇讚，我是擔心慣壞了當兒。明日讓當兒搬入承明殿偏殿讀書，寡人也好時時對他指教。謝大王恩寵。寡人回承明殿去了。恭送大王。人家都說進了承明殿偏殿讀書，就是為立太子做準備。大王當太子前也是在承明殿讀的書。這話不可到外面亂說，讓大王聽見就不好了。王後，大王還下令封了羋月的兄弟魏冉為皮將軍，賜功成爵，還不都是因為羋月？且不說羋月在大王眼中的分量，那魏冉封爵是因為在函谷關立了軍功，只可惜我身邊沒有一個能為我爭天地的好兄弟。不過大王最中意咱們公子，王後有了公子，再高的爵位哪比得上未來的大王？昨日甘茂與張儀在朝堂上又吵了起來，甘茂和張儀歷來不和，大王提拔軍中新進少年，替代世襲軍將，必然引起甘茂等朝中舊人和老將軍們的不滿。珍珠，你去給我拿500斤，外加100匹楚錦，給甘大夫送去。他也是楚國人，曾是石舉先生的弟子，我們對他更該親近些才是。另外，給初離子送上同等份額的禮物，他是當兒的王叔，亦是左庶長，大王向來依仗他，朝廷裡有他說話，大不一樣。若甘大夫和初離子問起來，這不年不節的，何以送如此重禮？就說當兒從小熱心軍務，希望有朝一日得到甘大夫和初離子的悉心指教。是。綠兒，快點，快點！公子，公子，慢點跑。公子，這是你通哥哥，快跟通哥哥打招呼。通哥哥好。公子，這是你的弟弟公子季。去摸摸小狗狗。季弟弟好。我可以摸摸它嗎？你可以抱抱它。弟弟。公子，公子，王后也是為了你好。別來煩我，說不多就不多。我喜歡讀甘茂大夫給我拿來的《楚兵法》和《蚩尤》，不喜歡讀《周禮》和詩書。可你不讀《周禮》和詩書，將來如何當太子？如何當大王？讀兵書，會打仗，將來就可以做大王。嘿，小狗兒，公子，公子。麗
玉兒，我摸摸它，你抱它一下。哎呦，公子，你怎么推人？没看见，不是诚心的。我是哥哥，你怎么对我如此无礼？哈哈，你还好意思当哥哥？风一吹就倒。你以右犯长，不知礼仪廉恥。我是嫡公子，将来还要做太子。你不给我让路，你以下犯上，以贱犯貴。你当得上当不上太子是父王说了算。好，就算我当不上太子，可眼下本公子就推你了，你又怎样？你欺负人，欺负你又怎么样？别跟他一般计較。你这孩子怎么无人管教？竟然冲撞嫡公子，还不快快賠罪！是道哥哥先推倒了通哥哥。你这么点小人，能知道什么？我知道讲理。公子说得好。玉兒，我們走。你走，蛇狗留下。你為什麼搶我的綠兒？這是我的狗，又不是你的。啊！臭狗！玉兒，你摔死了绿兒！你赔我的狗！你賠我的狗！你賠我的狗！哎呀，我怕。公子沒事吧？公子頭，來，怎麼樣？公子頭，公子頭。真沒想到公子到小小年紀就如此心狠手毒，惠兒沒有盡責，請夫人責罰。這也不能怪你。當兒戾氣如此之重，不是好事。不知王後是否有所察覺？公子通頭上流了好多血，那小狗也死得好可憐。樊長史應該帶着公子通去找大王討個公道。小孩子間打架，如何讓大王評理？再說了，那樊長史是最膽小怕事的人。那樊長史就只能把委屈咽在肚子裡了。戾氣傷人，既傷自己，又傷他人。狗狗死了，東哥哥哭了。季兒，咱們把那2隻小黃鳥送給通哥哥好不好？好。姬兒是個和善的好孩子。姬兒，娘親抱抱。我的小鳥給東哥哥。好孩子，娘親一會兒給你做棗糕吃，好不好？好。樊長史也別太傷心了，小孩子傷口長得快，換幾次藥就會好的。那公子當欺人太甚，通兒與他也算是兄弟，可他卻下此狠手。娘親莫哭，孩兒以後多吃飯，快快長，長大了為綠兒報仇。通兒休得瞎說，那淫蕩是嫡公子，他娘親又是王後。